台北市杭州北路日本时代粮食局的仓库，经过台文馆的整理，是正做台湾文学粮仓。若是和文学家甲影视创作者会当直接交流，嘛是要加强推广咱台湾的文学。接过去是日本时期的粮食局，战后和粮食局台北事务所管理，一直到1999年暂停使用。后来在2016年，互人登录做历史建筑，为着要保留伊的历史价值，台文馆继续用粮仓号名，甲伊变做台湾文学粮仓，希望提供空间予文学家和影视创作者做交流，希望台湾的文学未来会当像粮食同款丰富。我们把它推向文学的日常，因为它就是一个日式的7栋建筑物坐落在社区里面。我们致力文学的日常，我们做国际的作家的储存。请接台。文化部长和侪文学家正式启动台湾文化粮仓，这是台文馆第3个文化空间，提供文学、影视有一个跨领域合作的所在，让台湾的文学作品有愈侪方式传播出去。在我那个年代，从文学跨越到电影，有非常多作家，譬如吴念真，所以我就忽然把这个自己的梦想寄托在这个电影学院，希望电影学院可以帮我们这个作家的作品推出去。台文馆表示，目前正咧鼓励促成影视和文学合作，像6月7日就要开始的经典文学改编文学会，邀请16个台湾文学奖的作品和100位的影视业者做交流，希望好的文学有机会改编做戏剧，播去国际平台，让国际看见台湾。记者陈亚选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